你可能唔記得佢個名，但你一定見過佢。思明，原名劉思明，英文名 Francis Fong，活躍於香港電視劇最黃金嘅年代，由1970年代一路拍到後期，見證住港劇由興起到巔峰，再慢慢轉變。最近佢因肺炎離開，享年74歲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其實帶走嘅唔只係一個演員，而係一段熟悉嘅電視記憶。講起思明，好多人未必第一時間講得出佢做過咩，但只要提起《倚天屠龍記》，佢飾演嘅金花婆婆，你就會即刻有印象。佢嗰種冷靜、帶少少距離感，但又好真實嘅氣質，其實係好難被取代。佢唔係嗰種好搶戲嘅演員，但就係呢種越睇越有味道嘅類型，先可以留得耐、留得深。其實呢類演員而家真係越嚟越少。佢嘅演藝路唔算大起大落，但係穩穩陣陣，一步一步建立出屬於自己嘅位置。由後生嘅角色到後期轉型做母親長輩，佢唔係突然爆紅，而係慢慢滲入觀眾生活入面，變成一種見到佢就安心嘅存在。不過人生從來都唔會一直平穩，佢曾經經歷過一次重大健康危機，做過開腦手術，仲要留醫1年。對一個曾經活躍於熒幕嘅人嚟講，呢種落差其實好大。由被人睇住到只能面對自己，呢種轉變唔係人人頂得住。但佢最後選擇淡出娛樂圈，慢慢回歸家庭生活，反而移到另一種節奏。再講到感情方面，佢同前夫李家鼎嘅關係一直都係外界關注。兩個人曾經一齊走過唔少歲月，最後分開。但當消息傳出，李家鼎話仍然未能接受，其實都好真實。因為有啲關係就算結束咗，都唔代表冇咗。到咗晚年，你見到佢同仔女、孫仔、孫女一齊，其實係另一種成功。唔再係掌聲，而係生活本身。可能對佢嚟講，呢種平淡先係最後最重要嘅嘢。其實我哋記住一個演員，未必係因為佢做過幾多戲，而係因為佢陪過我哋幾多年。當呢一代演員一個一個離開，其實消失緊嘅係一段屬於香港電視劇嘅年代。如果你都仲記得思明，留言同我講，你第一次見到佢係邊一套劇？